三藩市民事大陪審團星期二發布調查報告，指出該市嘅交通事故零死亡願景計劃遠遠未達到其嘅目標。零死亡願景計劃喺2014年實施，旨在10年內消除三藩市所有交通死亡事故。數據顯示，2024年成為2007年以嚟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最多嘅一年，同啟動該計劃初始嘅承諾形成鮮明對比。報告指出，雖然三藩市交通局實施多項措施嚟保障行人同埋自行車嘅安全，但係警方嘅交通執法力度驟降。喺2014至2022年期間，交通罰單數量從超過12萬張暴跌到4000幾張，降幅達到95%，而舊年則增加到15500張。報告進一步指出，通過多次訪談，發現罰單數量大幅下降嘅主要原因係警方領導層冇優先考慮交通執法，亦都冇要求警員對日常職責嘅執法工作負責。陪審團仲發現，警員仍然使用手寫罰單等落後方式。該報告敦促警察局長實施更嚴格嘅交通執法，並加快改進開具罰單同報告事故嘅技術，對警員開展專項培訓。報告亦都建議交通局改進交通安全措施規劃，並採取關注區域嘅方法，而唔係只係關注單個交叉路口等。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